大個咗先慢慢諗通，冇必要逼自己活成所有人期待嘅模樣，自己活得自在舒服先至係最長久嘅浪漫。身為博主，每日嘅行程同埋社交排得密密麻麻，唯有關上門嗰一刻先至係真正屬於自己。自從遇上銀河 TT， 先至明白汽車從來唔只係代步工具，仲係一件充滿審美質感嘅純電時尚單品。當電動尾翼慢慢升起，專屬於我嘅氣場即刻出晒嚟，升住尾燈，氛圍感十足，每一個細節都啱晒我嘅心水，隨便影都影到時尚大片。坐入車廂，EVA 語音助手隨時候命，前備箱連埋後尾箱雙重收納空間，日常車內用品都夠晒擺，而逃離都市嘅煩囂，輕輕一按，強勁動力隨傳隨到。呢份溫柔承載住所有對生活細碎嘅熱愛。人生唔應該將就，揸住銀河 TT， 奔赴每一場屬於自己盡興自在嘅時刻。